我哋作為女人喺一個家族中咧極其重要，言傳身教係我哋對子女品行嘅傳承，稀有物質嘅情感傳遞，亦都係一種傳承。具有高價值、文化屬性同埋社交屬性嘅就係翡翠。我手上嘅呢4條飄花都係達到傳承級別嘅翡翠，無論種水同埋底子，手鐲嘅完美度都係達到相當嘅級別。作為一種冰種嘅手鐲，佢係好通透嘅。飄花手鐲，當你有咗熒光感嘅時候，裏邊嘅飄花嘅靈動性全部愉悅出嚟。呢條呢，佢有另一種感覺。如果係中意山山水水嘅朋友，佢一段鬱鬱葱葱，有一段清脆可人，所以一條靚嘅手鐲，佢可以令到你低調中一片品味。另外可以睇睇呢條種水嘅粗圓條，再帶住一啲陽綠嘅飄花，佢個光感好足，好潤。好透，你戴上手嘅時候，佢都好突顯東方女性嘅嗰種柔美。呢條呢就係全飄花嘅代表作，成條冰種嘅手鐲，佢嘅透手感係咪好舒適？每一個角度佢嘅光感都唔一樣。當我哋戴上手嘅時候，佢就好似喺我哋嘅腕間遊動。願每位女性都可以揾到一條屬於自己嘅傳承手鐲，你嘅美好同埋古仔生生不息。歡迎你喺評論區分享你嘅傳承故仔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